歡迎大家嚟到舒適圈 podcast 啊！咁我係 Justice， 我係 JB。係啦，咁今次咧呢一集咧就好得意嘅，因為呢一集我哋今次唔講書，而係去回應翻咧我哋有一次讀書會，有一位圈友咧分享咗一本書叫做《贍養人類》，係一本小説咁啊，由阿劉慈欣去著作。咁啊，佢呢本講述咧就係一個高等星球裡面咧一個中產者，而我哋今次咧去拍呢一段錄音係因為咧，我哋會幫圈友嘅分享咧去做翻一啲嘅簡單嘅 summary 啦。係啦，但係喺整理嘅過程裏面咧，我突然之間醒起一樣嘢，佢話空氣都要錢，而我哋地球咧係真係差啲出現同類事件，兼且有機會更加嚴重。就係呢件事咧，僅發生喺2010年，個女人啦，咁去到聯合國，好得意嘅。聯合國咧有一啲嘅嘢大家都可以申請自由法啦，但係有啲咧聯合國明文規定咧國家層面咧係唔可以申請嘅。咁但係咧呢位女士咧，咁佢係讀法律啦，咁佢轉咗呢一個法律嘅漏洞啦。佢話國家同企業機構唔可以申請啫，咁我個人可以申請啊嘛。當下嗰刻咧就做一件好瘋狂嘅事。呢個女人咧係一個西班牙女人嚟嘅，佢個名就叫做安吉拉斯杜蘭。佢當時喺2010年做過啲咩事咧？佢去聯合國申請咗太陽擁有權。咁堅都未夠啊！最癲係咩咧？批咗，係聯合國出咗一份證書俾佢，的確係話俾佢聽，佢係可以擁有太陽嘅私有權嘅。咁呢個叫做聯合國嘅外太空外層空間條約啦。咁當初咧就係國家或者各行咧都唔俾買，咁但係咧佢轉路道咧俾咗啦。咁兼且咧聯合國咧又唔知邊個傻仔真係俾咗佢喎。咁佢又攞住呢一份嘢咧，當時咧高舉宣稱太陽係我嘅。佢攞太陽啲咩好處先？佢當時咧就做咗一件好癲嘅事，你全球都要太陽係咪？如果全球人類都俾1蚊美金佢咧，同一時間佢亦都可以向研究緊太陽能嘅企業啦、國家啦，有啲國家係好依賴太陽能啊嘛，或者想發展太陽能做一個再生能源。咁佢向呢啲嘅企業咧，亦都曾經講話咧要收錢嘅，而佢亦都真係咧掟咗封信向美國咧，即係收一筆咁樣嘅太陽使用費咁樣嘅。當然啦，咁點解我話差啲咁？肯定係件事最後搞唔掂。佢遇到幾件好搞笑嘅事啦，一件咧就係佢同美國傾啦。咁你話美國理唔理佢？美國梗係唔理佢啦。咁我發展我嘅太陽能，咁轉頭你話你係太陽之主，話要我收錢，我梗係唔理你啦。咁同一時間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同佢講，我用太陽要俾錢啊嘛，係咪？咁如果太陽曬傷咗我，咁我去醫病，或者太陽令到我有啲癌症，或者令到嗰啲農作物枯死，或者令到呢個國家某啲人死咗，熱浪啊嘛，好熱㗎嘛地方，係啊，咁係咪 claim 你啊？你係太陽之主啊嘛。咁最後咁條友仔佢梗係搞唔掂啦。咁最後咧聯合國出面同佢講咁樣啦，我俾50萬美金你買翻太陽嗰個權翻嚟啦。你冇50萬喎。係啊，咁佢見到50萬喎，咁梗係制啦。佢當初只不過係求其屎忽痕，咁佢見到個人佢冇禁止喎，咁我申請得唔得咧？咁唔知點解邊個傻仔又批咗俾佢？哇！如果我就用個人嘅名義咧申請個宇宙係我嘅，咁佢啲陽光咧由太陽咧去到地球嘅時候，我就收翻個隧道費。你都不遑多讓啊！係咯，攞翻去50萬翻嚟。因為佢擁有太陽嘅擁有權啦，咁其實變相咧佢可以轉售呢個太陽擁有權嘅。咁其實個概念咧就好似有錢佬買收藏品咁啫嘛。咁但係你諗下喎，向全世界收錢呢個意識，假設當時嘅佢將呢一個太陽擁有權賣俾一個超級有錢佬咧，咁嗰啲賠償對佢嚟講就唔係問題啦。咁佢向全人類收錢可能行得通㗎。係咁嘅話，可能今時今日我哋沐浴喺陽光之下係要俾錢嘅喎。咁睇嚟我哋要匿喺山窿住啦，真係。係啊，咁啊安全啲啦。因為我之前我哋有位圈友啦 Marcus 啦，咁佢分享呢一本書嘅時候咧，我哋當時都未去揾到呢個咁嘅資料，突然之間我就醒起喺個腦度，如果當所有嘢都係一個中產者嘅中係終極個終拎住咗佢，係咁所有人即係可能唞啖氣都搞唔掂都要俾錢嘅時候，咁如果當初陽光呢壇嘢真係俾佢搞掂咗，哇！我諗都幾大鑊啊！唔會啊，我會暗殺佢啊！就好似阿華堂咁啪啪啪啪。係啊，真係去走暗殺佢先啊！真係。因為呢單嘢衍生出嚟咧，
咁有人自稱自己註冊咗月亮，然之後就賣俾有錢佬，但係 fake 嘅。月亮有啲咩做咧？夜晚嘅照住你，純粹有錢人啫嘛，有錢人你知啊。唔係喎，收啲滑浪嗰啲人話嗰個月亮咧，因為嗰個咩萬有引力，所以變相先有浪嘅，所以你喺度滑浪咧就收錢啦。好彩註冊嗰個唔係 GB 啫，原來佢都唔係啲咩好人。係啊，除咗分享書以外嘅一啲傾下偈啦，係啊，俾下一啲唔同嘅諗法大家啦。咁大家有興趣可以搜集下呢一個太陽之主啊。我話呢啲冷知識都幾得意嘅。係㗎，因為真係冇人咁癲啊嘛！你買太陽啊，大佬。但係點講好咧？如果你俾着我咧，我都會想買嘅。因為買完之後，即係你唔好理我曾經擁有過一秒，我都可以話我自己擁有過太陽。咁樣成件事幾型先得㗎？如果佢當初佢唔係咁屎忽鬼，要收全世界錢，佢而家同你講我擁有太陽。哇，幾型啊！呢件事贏盡全世界啊！就算唔好話錢先，起碼成個世界嘅人都識佢先。係啊，冇錯，已經爭好遠啦。佢想做乜都得啦。係啦，你叫做初代，你拍個 YouTube，大家望咧天上嘅太陽，我嘅。今日同大家開箱太陽。係啊。你惡唔惡啊？你拍個咁嘅 YouTube，跟住真係 show 張咁嘅證書出嚟，聯合國批俾你個真係。所以有時有啲位咧。即係要睇時機嘅，做人咧就唔可以太貪心，攞咗太陽咧唔好咁快收人錢先，係啦，慢慢醖釀去到某個位，可能你嘅廣告費更加之值錢。時機問題。係啦，冇錯。嘅短暫吹水就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好啦，拜拜。